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来讲死人的东西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看这个，哇，大家你的头，哇，这个大家应该会吧？好了，你溜过他的手机号，溜过他的手机号了。像死人的梦，然后哇，像死人的梦，哇，你头上更像，哇，头上，来头上，来这些，哇，可以换颜色的，哇，好像从里面钻进去，太刺激了，哇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再见哦。